客家音乐季麦克风。高雄客家音乐季麦克风。12月9号暗晡7点。10月9号晚上7点。12月初9暗晡7点。高雄美武洋音乐堂。高雄美武洋音乐堂。高雄卫武营音乐厅。等你 Q 卡来了哦！你 Q 卡来了，我要这个 Q 卡来了。高雄客家音乐季麦克风，12月初9暗晡7点，我们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等你哦。